執漏啦，執漏啦！又一個業主眼嘆嘆啦，原購價500幾萬，而家410萬，並且之前係無批，而家仲送咗60萬嘅裝修俾你，177平方，珠海市中心十字門呢套咁靚嘅4房單位，嚟感受下7米嘅陽台睇出去就係我哋咁靚嘅園林景觀啦。嗱，其實好靚㗎，你唔好睇佢而家係3樓咋。再嚟感受下屋內嘅裝修，順奶油風，拎包入住，全新一日未住過嘅哈。170平方咧就標配一梯一戶，門外面呢啲空間你都可以自行利用。然之後旁邊咧就係長輩房套間嚟㗎啦，都係設計得好精緻，非常之用心㗎。咁由於佢要即係翻鄉下發展啦，所以佢就要急出呢套屋㗎啦。廚房裏邊嘅電器連個爐都未開過嘅，南北通雙陽台、次陽台睇山景，仲有園林景哈。好，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公衞，仲有書房嘅位置，乾濕分離嘅，非常之靚哈。牆面嘅雕花，仲有呢啲漆啊，都係用咗大牌子主人房套間嚟嘅，亦都係睇我哋咁靚嘅景觀哈。家門口500米就係華發商都。1公里就係橫琴大橋啦，20分鐘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，總價410萬攞低。